寡人不准。大王若是不允许，臣妾不能起来。继儿是王儿，寡人对他另有打算。继儿资质平庸，不堪造就，望大王开恩。你该知道这些年，你和继儿在寡人心里的分量。但你要明白，我属意继儿，并不因为我与你的情谊。芈月，你太让寡人失望。大王去那邊多久了？快1個時辰了。好像好一會兒沒聽到簫聲了。王後，大王走了。走了？大王是突然走的，看起來很不高興。哼，月啊，你本是聰明伶俐之人，今日你為何不借勢借力地將事情緩緩道出，偏要橫衝直闖，得罪大王？這種事情，若不道個一清二白，只怕大王會誤解了我的心思。可你的心思恰恰違背了大王的心思。話總要說出口的，讓大王早些明了，比蒙在鼓裡好。以大王的脾氣，只怕是不會應許的。假以時日，卻是有可能的。大王，这麼冷的天，你為何站在這兒？讓寡人有眼福看到一幅雪中美人圖。姑母說這宮中種了許多臘梅，我帶人出來尋了1個時辰，只見樹不見花，只好不得而歸。宮中的臘梅都是從漢中和秦嶺移來的，今年的花期似有些晚了。等花開的時候，我會派人送些到你姑母的宮裡去。這些年，你姑母精心養育華兒，寡人的孩兒當中，屬華兒軍功最多。謝大王恩寵。不過這臘梅就不必送了。這宮中人多嘴雜的，3人成虎，眾口鑠金，一兒還是自己帶人去摘採吧。宮裡難道有什麼閒言碎語嗎？大王耳力不好。蟄夫成城，蟄婦傾城，一絕蟄婦，惟肖惟痴。這不是大雅瞻昂嗎？是啊，這幾日宮內外到處都在傳唱它。真的嗎？大王對你有意呀。什麼有意呀？不過是說了一句雪中美人圖罷了。哎呦，傻丫頭，在你眼中一文不值，在別人眼中可頂得上千軍萬馬呢。大王說姑母養育了華哥哥，在大王的孩兒當中，就屬華哥哥最爭氣。大王還說要給姑母送梅花來呢。啊，大王真這麼說的？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華兒有望了。
姑母要当心，外面傳的那歌謠，是不是就是衝着姑母來的呀？不用管他，有大王的恩寵，外面的人就算唱破嗓子，又能